而家市場波動越嚟越大，主要係因為估值壓力、地緣政治緊張同聯儲局政策變化，令投資者積極尋求一啲可以同時提供穩定性同埋收息嘅投資策略。喺呢個情況下，宏利投資嘅環球多元資產入息策略 GMADI 充分運用期權策略，增加收益並提升投資組合嘅抗風險能力，有效應對不確定性。期權策略可以喺市場下跌時降低風險。喺歷史上，好多風險事件都證明咗呢點，例如2007年至2009年嘅全球金融危機同埋中美貿易緊張等等。喺波動上升嘅時候，透過賣出期權可以收取更高嘅期權金，同時為股票市場下跌時提供一定緩衝。期權策略係 GMADI 主要收益來源之一，自成立以嚟對自然收益貢獻顯著，同時有助於減低股票市場下跌時嘅影響。歷史數據顯示，期權策略相比起標普500指數等等，更加有效限制回撤，表現更穩健。再加上自2019年嘅波動指數走勢，都可以睇到，當市場波動上升時，期權金通常都會提高。呢個策略令 GMADI 成為幫助投資者管理風險嘅工具，有助佢哋追求穩定回報。